你好，我是上门给猫配种的。哦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哦，好。我怎么感觉你有点慌慌张张的呀？因为隔壁家的俊宝熊，我们家提猫很久了，啊，那我们这算拆散他们吗？所以说快点进来，俊宝不知道就不算。感觉你比我都还紧张呢。那这样吧，那我先准备一下，咱们就在客厅吧，宽敞一点，就我怕到房间里面给你房间弄乱了。可以。好，来汉堡，快点他已出来。经迫不及待了。他们现在开始了，他们在培养感情。要不然我们回避一下吧，我们去沙发上坐一下。坐一会儿吧。辛苦了，汉堡，走吧，回家了。要不别走了，感觉他不愿意走哎。我养2只也可以，他好可爱呀。那他会不会累呀？他不会，他精神好得很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那哦，对，汉堡给我。